大家好啊，我係 Stephen Ken。其實我都走過人生好長嘅路，但係我發覺人生最重要嘅其實係咩呢？唔係金錢啊，原來係時間。所以因此我覺得，如果你做一餐飯，又要洗菜，又要切菜，好多嘢要做，要花1-2個鐘頭去做一餐飯，係咪覺得好攰好累呢？嗱，而家我就話俾你聽，我可以用3分鐘做3個菜。呢部係一部 AI 高科技嘅智能煮餸機，佢可以幫我3分鐘一齊可以做好3個餸。其實呢3個放數，將啲材料放落去已經係叫做好咗噶啦。咁我已經將佢放個機門，你睇到個機門咧係全部3個機門打開晒，即係話佢做好晒，我攞咗出嚟係放咗喺台面裏邊。嗱，我而家想俾大家睇下呢3個餸。嗱，第一個餸我做好嘅呢個係米粉鮮蝦雞肉炒米粉 ，OK。第二個西蘭花炒雞片 ，OK。第三個餸，呢個正啊，麻婆豆腐，好多人都好中意嘅，食飯送飯非常啱。嗱，呢3個餸咧就已經用幾分鐘嘅時間，用我呢部 AI 先至3智能煮食機做好咗噶啦。咁而家咧，換句話講，就餸就已經擺喺面前，隨時咧就可以進食煩惱。嗱，呢部機最大嘅優點咧，佢係唔需要抽油煙機㗎，佢係無煙、無油、無明火。咁換句話講咧，佢係等於一個焗爐咁樣，幫你將3個餸用一個高科技一齊煮好。嗱，如果大家對呢部機覺得有興趣，嗱，記得啦，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留低你寶貴意見，話俾大家聽，你中意食啲咩餸呢？我又可以繼續喺嚟緊嘅頻道煮一些你哋中意嘅餸，或者我可以做多啲唔同嘅餸俾大家欣賞。咁大家就知道呢部所謂智能嘅煮餸機可以做到啲乜嘢。好簡單，我係一個普通人嘅啫。